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 DRM Lab 原材料系列，我係阿 Ming Sir。今日咧，我哋要講嘅係護膚界成日見到，但成日有人用錯嘅明星成分維他命 C。維他命 C 咧係屬於水溶性嘅抗氧化劑，天然咧係存在喺水果裏邊。喺皮膚護理上面咧有三大功能。第一就中和自由基，減慢老化。第二咧就抑制黑色素嘅形成，淡斑提亮膚色。第三咧就促進膠原蛋白合成，改善鬆弛細紋。但係呢個成分亦都有不穩定嘅問題，例如維他命 C 咧遇到光、遇到熱、遇到氧咧就好容易氧化變黃嘅。喺護膚品中，如果想穩定咁保存佢咧，你需要注意嘅係濃度啦、個 pH 值，即係個酸鹼度啦，同埋配方嘅設計嘅。不過咧，有啲網紅啊 KOL 咧就喺網上會咁樣話，拎藥房買嘅維他命 C 藥丸壓碎佢，撈水敷面咪得咯。我想講，其實咁樣真係唔係咁好嘅，因為咧健康補充劑入邊咧，除咗有維他命 C，但通常仲有嗰啲黏合劑啊、糖衣啊、香料啊，甚至色素，唔係專為皮膚設計，搽上面有機會刺激皮膚嘅。咁如果我哋想自己整一支簡單溫和嘅維他命 C 精華咧，咁咧個配方咧就係呢頭咁簡單嘅啫。將幾樣嘢溶解完搖勻，放入深色嘅樽，最好咧就冷藏保存。咁呢一個製成品咧，嗰個 pH 咧即係酸鹼值咧，大概係3左右，係適合皮膚使用。由於純維他命 C 咧好容易氧化，我建議咧每次都係整少量，用完就即棄就最好。同埋咧，如果冇防腐劑嘅話咧，個保存期係唔會好耐嘅。用維他命 C 精華咧，其實都幾講 timing嘅。最好咧就早上用，會幫皮膚抵抗紫外線傷害，適合防曬使用，效果會更會加倍。洗面後加爽膚水之後使用，吸收力就係最高嘅。但係咧就唔好乜都一齊用，記住以下幾點：唔好同 A 酸果酸 BHA 同時使用，因為好容易引致爆紅同埋過敏嘅。唔好踩濕疹啊同埋發炎嘅部位啦。初次使用由3到5% 起步，慢慢加濃度。假如精華液已經變黃咧，即係話已經開始氧化，咁要盡快用晒佢。不過維他命 C 又會變黃，又容易刺激皮膚，唔緊要。其實咧佢有進化版嘅。喺下一集咧，我同大家講下維他命 C 衍生物嘅大比拼。佢哋常用嘅維他命 C 衍生物咧有好幾種，佢哋有啲更加穩定、更加溫和，仲可以喺唔同嘅膚質使用。記住唔好錯過啦！如果你仲未睇過我哋上嗰幾集嘅透明質酸 Stock Solution 點整，同埋甘油究竟係乜嘢嘅，記得去片尾連結重溫翻啦。中意呢個 DIY 原料系嘅朋友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我係阿 Ming Sir，咁下次見啦，拜拜。